这个新闻要拜托咱的乡亲斗找人，有一位老先生伫面册伫拜托大家，伊一个7岁囡仔2年前啦，讲治疗白血病，加在有一个稳定人关怀互伊，才互伊这个囡仔性命会当延续，真不幸。伊这后生今年镜头佫压起来，医生讲这若要手术，就要找到当初关怀的人，所以讲伊希望透过网络力量，会使完成伊的心愿。认真弹钢琴，7岁囡仔兄真古锥，煞伫咧2年前得到白血病，真无简单好起来，即马佫压起来。爸爸真着急，想要找找当初关干细胞的人。因为这一种 T 细胞的小儿白血病，必须要移植才能根治，否则将来还有继续把癌细胞往上面延伸的危险。查甫囡仔2年前头一摆破病，当时互检查出得着 T 细胞小儿淋巴白血病，8月头一摆刷干细胞的仪式，成功甲干细胞清掉，前段会修。不过今年查甫囡仔第2摆破病，必须用适合的淋巴球来消灭无好的 T 细胞治疗。不过即马过来刚有3个人符合抗体，所有2个人因为家庭的关系袂当管，爸爸才真着急，想要找当初管的人。查甫囡仔才当进行第2摆干细胞仪式。不过因为法规病院无法度提供联络的方式，伊家己当伫咧面册铺文，希望对方会当斗相共囡仔兄，会当去各国来捐淋巴球。如果说没有找到这位捐赠者，就会用我们的亲属之间只有1半吻合的这一些血液过来进行治疗。那当然，你原本是9合跟只有1半5合的差别，那就非常的明显。各支呢，我们不能够互相的提供，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捐者的这个健康，还有他的所有的福祉，不让捐赠者呢受到这个利诱的这个关系。第2摆治疗比第1摆更加困难，爸爸希望会当透过网络力量来救家己的囡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